好，来乡亲啊，过来这实在是真厉害！这个条仔子的细菌竟然会当治疗下肢气喘，这是中央研究院上新的研究发现。向窗外看过，规片拢是雾霾，能见度低，空气品质歹，这循呼吸道上容易出状况，尤其是下肢病患者更较敏感。不过过去只当靠着类固醇来治疗，即马中央研究院研究发现，造成条仔子的细菌会使用来治气喘，发作率也发觉有非常有效的下降。所以我们认为说，这个是一个除了类固醇之外最有效的一个控制气喘，尤其是类固醇抗药性气喘的一个有效的策略。研究团队将造成条仔子的细菌做成丙酸杆菌内面的有害物质去除，经过活化了后，再搁加入干胶素来控制气喘因子。跟类固醇有很大的区别，因为大家知道类固醇大部分都是你已经发作的时候，你要压抑你的症状，你要压抑你的发炎，所以你吸入类固醇。但是我们的微粒子呢，在还没发作之前，也就是说你还没有被这些环境因子所引发气喘之前呢，我们先给它吸入。过去使用类固醇副作用可能会造成人体容易受病菌的感染，或者是黏膜变暴起。但是新的免疫调控方法，当讲排除副作用的问题，嘛会当提前预防气喘发生，做好患者。